呢個絕對係我近期食過最正嘅越南青蟹啊！椰香濃郁，蟹肉飽滿彈牙，鮮甜入面仲帶住椰奶嘅香氣添，一定要點埋呢個秘製嘅湯汁，一啖咬落去超 juicy 啊！仲大過拳頭嘅蟹鉗，食完超滿足啊！一齊去廚房偷下師啦！選用新鮮嘅越南青蟹、螃蟹都係即叫即做㗎。呢一種表面泛紅嘅青蟹呢，即係代表肉質更緊緻，肉量都比普通嘅蟹多。黑胡椒係最重要嘅調味料，可以去腥增鮮㗎。咁呢個黑芝素呢，就係來自越南嘅，呢個黑胡椒水呢，係相當之香嘅。蟹殼都好厚，一刀切唔斷，咁樣嘅蟹肉先至飽滿，口感好。蟹殼入面仲收埋好多蟹膏啊！師傅將蟹鉗拍碎，咁就方便拆肉，亦都可以令到蟹肉更好咁吸收椰青嘅香味。將隻蟹裝盤，加入香料、椰青肉同埋秘製嘅椰汁，蒸煮幾十分鐘，等一陣就可以食得啦。蒸煮之後香氣四溢，椰青嘅香味完全融入蟹肉入面啦，不愧係師傅秘製嘅湯汁。蟹肉緊緻彈牙，好 juicy 之餘一啲都唔會膩。廚師將蟹鉗拍碎，蟹肉仲特別好拆添。黑胡椒碎去腥增鮮嘅同時，都唔會搶青蟹同埋椰子本身嘅味道。等咁耐都係值得㗎。